也若讲到车寿，一般拢是车回率较济。不过即马有一个艺术家，伊是甲咱台湾在地食面，亲像是粉圆的茶、卤肉饭、鸡排这物件，车做艺术品。伫过年时啊，围炉食的澎湃料理，嘛是伊创作灵感的来源。菜来咯，酸辣甲乌鱼子、黄金腿裤，也个不跳墙，甲代表年年有春的炊酒班。这过年围炉的好料的，互人看了到地真想要食。不过这一般的美食，其实是一件一件车寿的作品。会有一些祝福或吉祥的话是暗藏在里面的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应该可以这样子为他做一整个系列，就是上菜的感觉。这作品全部来自台湾一位车寿的插画家陈秀平。伊原本是一位平民的设计师，伊直到拄到一场车祸意外，才互伊行上这个车寿的人生。那时候我必须要休养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里面，我就想说，反正也不太能动，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刺绣，然后之后就接到朋友委托，就是定制，我想说，好像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。全部从网络家己学家己看，伊对一针一线内底来研究车寿技法，经由无共设计的绣线变换，也互原本咸酥粿内底高赞塔慢慢一球一球成型。光看无明显，也毋过有远一个看，就是让感觉敢若有香味出来咯。线材是有限的，它没有办法那么像画笔一样，就是颜料一样是可以调和的。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呈现出它的食材的质感、油的光泽感，要去钻研的地方。像台湾小食内底，定来看到卤肉饭、鸡排，甚至是用人参底的这个小笼包，也有珍珠奶茶，无论对质甲看起来，拢敢若真的同款。在刺绣的部分，跟台湾相关的吃的部分比较少，他们能够借由对刺绣有兴趣，然后看到台湾的小吃。除了小食系列，是毋是代表饮料、鲜草味加甜甜芦笋汁，也是乖乖饼加香味鲜，拢真侪车寿的材料。希望经过作品，互更加侪人来熟悉车寿甲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